大家好，我係文哥，歡迎收睇 Inspires HK，記得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有咩節目建議都歡迎留言。今日呢集我想同大家傾下北上消費呢個話題。最近成日聽到人講香港啲嘢貴晒啦，反大陸平好多，但係真係咁簡單咩？我上個星期六就親身北上咗一次。想睇清楚究竟係咪真係咁抵買，定只係一場迷思。我自己唔係反對北上消費，但都唔算係超熱衷嗰啲人。大概1-2個月上去一次左右。今次我經港珠澳大橋去珠海，搭金巴單程70蚊，來回就140，再加埋由何文田搭巴士去大橋，來回又係60蚊左右。成件事交通費已經200蚊起跳。第一站我去咗香山湖公園，環境唔錯，啱打卡。但老實講，香港都有濕地公園、大埔海濱、城門水塘，甚至野餐場地都唔少，未至於話要專登過珠海去行公園。公園入面有間幾受歡迎嘅咖啡，我都入去坐咗陣，一杯咖啡30幾蚊港紙，一個飯60蚊，其實同香港啲價錢差唔多，唔算特別抵飲食。之後我搭滴滴去咗附近嘅盒馬先生，來回車費又係40幾蚊，入到去真係人山人海，幾乎60%都係澳門人，仲有唔少香港人買到成車咁推。佢哋話喺度買晒成個月嘅糧食用品，因為平、選擇多又近。但我自己睇落，盒馬啲價錢其實唔係特別抵，而且冰鮮肉、冷凍食品又唔可以帶返香港。你話街邊檔10幾蚊一個飯都有，但係食品安全呢方面，我自己都會有啲保留。尤其係最近內地爆出食用油運輸醜聞，有啲油罐車卸完煤製油之後唔清洗就直接裝食用油，仲涉及大型國企。雖然有啲餐廳話用自家提煉油，但原材料運輸過程點監管真係好難講。根據中大經濟系研究，2025年港人北上人次已經回復到疫情前水平，每年超過2000萬人次，平均每日都有15萬人北上，週末更加高達25萬人次。Alipay HK 數據亦顯示，第二季港人北上消費金額按季升咗3倍，主要集中喺按摩、美容、牙科等服務類。反觀內地旅客來講，雖然2025年總人次升咗，但人均消費跌到5000蚊港紙以下，係2017年以嚟最低。以前嚟香港掃貨、買名牌、買藥妝，依家多咗特種兵旅遊，即係快閃、打卡、低消費，加上淘寶、拼多多咁普及，內地人買嘢根本唔使落嚟香港。你會見到一個好有趣嘅現象，香港人北上享平貨，內地人南下享信心。Donkey、Sasa、萬寧、超市都係內地客嘅天下，而澳門人就去珠海賣害，香港人就上深圳做鴨。平靚女、桌球助教、食飯等呢個雙向流動背後，其實反映咗香港中產消費力下滑，而內地中產階層反而越嚟越願意喺香港消費。總結，貪平唔等於抵買，北上唔等於住宿。北上消費唔係問題，問題係我哋點樣睇待佢，唔好盲目追捧，亦唔好一面倒批評。每個人有唔同需要，有人為咗慳錢，有人為咗體驗，有人為咗方便。但係當你計埋交通費、時間成本、食安風險，所謂平啲，可能只係表面，反而得不償失。呢度係 Inspires HK， 我係文哥，記得 like、留言、subscribe，支持我哋繼續發聲。下集再見。